最近睇咗格物嘅片，以醜樣為榮，醜人嘅專屬俱樂部，介紹咗醜人俱樂部嘅歷史。影片首先回溯18世紀英國利物浦興起嘅醜人俱樂部，該社團以醜陋為榮，並制定嚴格入會條件，台只有擁有特定醜樣嘅人才能加入，進而透過幽默宴會、紀念手冊等方式，公開挑戰當時貴族階級壟斷嘅美醜審美權威。口號為醜為美德，美為奴役，喺反定義策略中展現鮮明嘅批判精神。格物訂閱人數已經超過19萬，堪稱廣東話 YouTube 頻道中嘅優質代表。我就最中意佢哋街訪嘅態度，好認真同好真誠，抵死得嚟，睇得出幾有料。咁講到醜八怪俱樂部呢，都令我聯想到好多嘢。首先就係美，其實係一個 ideology 意識形態嚟嘅。美係一個文化建構，亦都有政治嘅作用。呢啲係好多現代哲學家都有論述。美唔係一樣純粹客觀自然存在嘅嘢，而係喺唔同歷史時期、社會背景、權力關係之中被建構出嚟嘅一套審美標準。美係有政治作用嘅，因為佢可以排斥異類、鞏固主流價值觀，甚至維繫階級同種族、性別權力結構。咁樣睇，醜八怪俱樂部反而有種顛覆性。佢將社會定義為醜嘅人集結起嚟，對抗主流審美霸權。不過我最想講嘅、最有趣嘅，反而係莊子。莊子早喺2000年前便洞察美醜標準嘅意識形態本質。台德充乎台中，獨成其天嘅 K 人，實質係拒絕被社會符號系統收編嘅存有者。佢哋以不顯是非、以與世俗處嘅姿態，暴露咗審美意識形態嘅任意性。佢嘅齊物思想對以人為標準劃分美醜嘅虛妄進行批判，提出利與西施、道通為一呢種視覺，直接挑戰咗美醜嘅二元對立。我哋不妨溫故知新，重新睇下中國最偉大嘅文學家係點樣講道理。我以前係非常中意莊子呢啲故事。話說春秋時代鄭國有個阿家，因為犯事俾人斬咗隻腳，古代叫屹者，但佢唔理旁人眼光，照樣去跟名師百分，冇人學道。點知同班有個同學仔，正係鄭國總理級人馬子產。子產呢位高官日日對住阿家就黑面，喂，跛腳仔，你知規矩啦，我出門口你就乖乖坐低，你出門口就等我行先。原句我先出則子子，子先出則我子。阿家聽完都反而笑，大佬啊，我哋同台學緊形骸之內嘅道，你竟然仲掛住形骸之外，我隻腳生得靚唔靚，低唔低 BD 啊？原句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？子產當場面都清晒，死死氣認低威。得啦，唔講啦。呢單嘢話俾我哋知，呢個世界啲有錢有勢嘅人，成日將正常身體當作身份證，但喺真正嘅精神境界面前，佢哋先至係殘障人士。Part 2冇腳黃 Sir 粉絲多過孔子。莊子教你咩叫殘廢 KOL， 跟住仲誇張。話說有個叫王雲嘅阿伯，又係冇咗隻腳，但佢開班教哲學，粉絲數量居然同孔子有得揮。連孔子本尊都話我要帶埋全人類去跟王 Sir 學嘢。原句休將引天下而與從之。最癲係呢位王 Sir 教學方法，齋坐唔出聲，但班學生個個自動幫唔到，仲覺得自己由空心老官變到滿血復活。原句虛而往，實而歸。莊子喺度串緊，真正嘅影響力邊使靠樣靚聲甜。你個靈魂夠 charm 嘅話，冇咗半邊身都大把人跟你尾啦。呢段古仔仲暗串儒家，孔子呢個聖人都要跪低應皇文系大佬，即係話你哋成日吹捧嗰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嘅道德膠，喺道家面前咪又係小學雞。莊子最核突男主角支離疏嘅我樣衰我自豪生傳術。話說戰國時代有條友叫支離疏，佢個樣核突到呢，簡直係人體解剖學嘅災難現場。等我逐 part 形容俾你聽。一、頸椎崩壞，個頭縮到落心口，下巴 ear 黐住肚臍，成隻龜咁款。原句異隱於詞。二、肩頸錯位，膊頭高過頭頂，遠睇以為生咗對角，近睇先發現係 K 形式駝峰。原句肩高於頂。三、髮型災難，頭頂啲毛際會撮豎晒上天，似足被雷劈過嘅掃把頭。原句會撮指天。四、氣管亂碼，五臟六腑嘅管道五管全部生喺上半身，
個肚腩凹入去，似被車撞過。原句五管在上，五下肢殘廢，兩邊大羅叉黐住肋骨，行路似蟹咁橫移，仲快過香港地鐵閘門。原句兩沙為脅，支離疏呢個人體藝術品行出街嚇親細路，嚇到狗吠都算。最癲係連官府都嫌佢核突到唔想掂，所以可以免兵役、免勞役兼拎綜援，所以可以係亂世中保天年。所以莊子話：夫之離其形者，猶足以養其身，終其天年。呢個世界係樣越衰，命越硬㗎。諗下而家啲 KOL 個個 P 圖 P 到阿媽都唔認得，支離疏就犀利啦，零 filter 全素顏，核突到成為戰國最 free 嘅男人。呢個道理百卡聯盟就非常明白，而幾十年前嘅黃秋生亦都非常明白。